来关心，将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移到过身已食甲100岁。伫冷战的时期，伊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规划者，伊嘛推动美国和中国关系正常化，而且有参与规划结束越南战争的谈判。真侪世界性的事件，伊拢是有参与到。1973年的时，伊阁有摕到诺贝尔的和平奖。季辛格被叫做是美国外交教父。1969年开始，历任的共和党籍的尼克森和福特两条总统的国务卿和国家安全顾问，权威和影响力是无人通比。伊拍拼消透美苏冷战的紧张关系，促成两国限制武器比赛，嘛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，联中制苏。1973年，伊和北约的代表雷德秀是透过巴黎和谈，达成终结越战的巴黎停火协议，而且和雷德秀做伙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但这是诺贝尔史上上受到争议的和平奖，因为季辛格甲越战战线扩大到隔壁国，美军秘密地毯式的去bomb柬埔寨，造成15万人无命。雷德秀拒绝受奖，诺贝尔委员会两成员辞职。季辛格在作风现实个无情，为着美国的利益对抗共产极权，甘愿支持智利和阿根廷的军事政变，推翻左派的民选政府，另外放任印尼1975年用屠杀的方式入侵东帝汶，而且对巴基斯坦1971年孟加拉独立战争期间的屠杀行为规个激点点，互人权团体把伊当作是战争罪犯。季辛格在1977年离开公职，经营子孙国文业，靠和中国的关系变好业，嘛继续受到每一届政府的动用。伊去年拄过100岁生日，阁继续出新册，参与北韩核武威胁的听证会，阁伫今年7月飞去中国访问。11月29，伊伫康乃狄克州的厝内过身，人生落台，家属会伫纽约替伊来举行追悼会。公司新闻社会中编译。